1978年起的鹿草乡卫生所，为着要保留在地文化资料甲推广艺文，2006年重新规划做鹿角草民俗文化学堂。不过，这间建筑物已经使用45年啊，真侪所在拢废弃。乡公所希望争取到补助，来好好征收这个文化空间。 必顺的表导天棚甲建筑物中嘛有空棚，甲机关鹿草乡的鹿仔草民俗文化学堂，因为建筑物安全的评估，需要争取征收的经费，来加强对地动的承受结构。我们希望把它做耐震补强，让它更活化。嘛，伫遮有更加多的运用，互咱的居民也是讲青少年青年团队会当入来甲内底使用安尼的空间。 这个所在原本是鹿草乡的卫生所，伫2006年的时阵规划做文化学堂，门内有艺术展览，嘛有文化课程。附近的学校甲民众拢希望这个文化学堂有更较好的环境。文化学堂它也会甲这民众的物件，也是长辈的物件，底下做展览。这个展览对一般人来讲，其实无啥，能够对这些创作者也是高龄者的老人家来讲，也是一种成就感。咱这个文化学堂的一个。补强，那对于我们鹿仔草这个所在的艺术、跟文化、跟阅读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。2006年迄当阵，因为要为卫生所改做文化学堂，所以内底有征收过，嘛因此互价金的表导产生改变，影响到建筑物的结构。今仔日在是地方的立委，就邀请文化部来会勘，希望会当来提供协助。会协助这里的耐震补强。 大概经费大概600-700万，文化部一定会在尽自己的能力来协助这个整个活化再利用。乡公所指出，这内底建筑风格是在地人的记忆，希望透过征收补强的工程，继续让这个所在除了会当延续历史，嘛替地方的创新带来新的可能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